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鄭玉煌，聊一聊最近在簡中互聯網掀起驚天巨浪的鄭玉煌被封事件。我想這個很多人恐怕已經知道了。今天來聊一聊最近互聯網上這個事情比較多。就在2026年7月1日深夜11點半左右，遠在西班牙馬德里陪母親旅遊的鄭玉煌突然收到了各短視頻平台發來的信息。用他本人的話來說，他說我收到各短視頻，所有短視頻賬號已全部被封號，賬號裡創作的幾千個短視頻目前已全部歸零。很遺憾，我以後無法再通過大家喜歡的短視頻對社會公共事務發聲了，數百萬粉絲們再也看不到我在國內外發的視頻了。這個截圖網上都有，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夜之間，這個全網坐擁千萬粉絲，打着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前副教授、博導硬核招牌的超級網紅，在中文互聯網上徹底的社會性死亡。也就是發了一個口罩，他這個口罩更徹底，把嘴給焊上了。那麼這位學術光環加身，平時看起來溫文爾雅的博導，到底做了什麼，能讓各大平台在同一時間對他按下暫停鍵，徹底抹殺？這個事情的導火索還得從6月28號一場課堂風波說起。這個視頻在網上也有。根據多方消息爆料，鄭玉煌在清華某高端培訓班上課的過程中，突然被警方叫出去談話。這個談話外面有人拍下來了，但是說什麼不知道。那肯定是警方跟鄭玉煌在教室門口在交流交談。那這個到底是為什麼？上課上得好好的，怎麼警察上門了？原因竟是因為他在課堂上發表了一段對國內經濟的趨勢分析。他當時說，國內經濟目前處於宏觀悲觀、微觀樂觀的階段，並且當前的經濟調整可能會持續20至30年，大家完全可以參考日本失落的30年。說了這麼一句話，這話一出，實際上這個話在網上到處都有，好像也不是什麼特別的出格。宏觀悲觀、微觀樂觀什麼意思？他說他比較反，宏觀他認為是悲觀的，但是微觀到具體個人是樂觀的。那他也認為我們的經濟調整有可能要20年到30年。如果你不知道的話，那你就看看日本消失了30年。当然這個話怎麼理解，這個各有各的說法。那恰恰就是因為這句話一出，麻煩來了。台下某個學生或者學員坐不住了，當場反手就是一個舉報。我不知道打了什麼電話，直接就舉報。學術討論變成了告密現場，直接導致了鄭玉煌教授全網蒸發。警方馬上就來了。他報警的理由是什麼咱也不知道，反正總之後面警方到了清华大學的課堂这現場，把正在上課的鄭玉煌老師叫了出來，在門口了解情況。當然了，後來據很多人報道，後來鄭玉煌老師進去繼續上課，沒有受什麼影響。但是事後事隔2天，7月1號，他所有的社交平台賬號統統喜提，這不是口罩是電焊，焊死了。鄭玉煌教授被封以後，網上的輿論也是呈現出一種極其詭異的2極分化。支持他的人覺得他是一個敢說真話、敢於直面差距的清醒學者。你比如說前2天一個經濟學家高尚文突然去世，網上很多人懷念他。為什麼？因為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願意說點真話，而且也為說真話付出了一些代價，所以難能可貴。所以網上有懷念的聲音，或者說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或者他的結論，或者他的看法，但是說真話這一點還是難能可貴，還會引起很多人的共鳴和讚許支持。所以說有人就說鄭玉煌教授敢說真話，但是也有很多人反对他。反对他的人则噴手稱快，認為他是一個披着名校外衣，靠販賣焦慮和崇美貶中，也就是所謂的大侄子1450，崇尚美國，貶低中國敘事，來收割中產階級智商稅的思想掮客。為什麼大家對他的爭議會這麼大？明顯比那個前2天去世的經濟學家高尚文那爭議要大得多。所以我也看了一下，因為我對鄭玉煌實際上和对高尚文一樣都不太了解。郑玉煌我很有可能刷到過他的抖音，就是片段切片，但是我可能不知道那叫郑玉煌。
就是偶爾刷到過。但是我在做這個節目的時候，我就上網去看一下，我一看這個人好像我有點印象，就刷到過，戴個眼鏡，普通話也不是特別利索，就像高尚文一樣。其實我在這之前都不是特別了解，也不是特別關注。那但是为了做節目，我还得去了解一下，看看他的觀點。所以我在網上我也看了很多網友扒出來的關於鄭玉煌他的核心爭議點，就是為什麼他的爭議這麼大。第一個爭議點就是驚世駭俗的世界觀與人種論。首先是他在短視頻裡經常發表一些脫離現實，在很多人看來極其刺耳的言論。比如他曾公開聲稱中國13億人沒有護照，沒有出過國，因此不可能擁有世界觀。這個視頻恰恰我也看了，他還說有人就反駁他說，鄭老師，那如果沒有出過國就沒有世界觀，那孔子也沒有出過國，那孔子是不是就沒有世界觀？那個鄭玉煌他自問自答啊，他說孔子當然沒有世界觀。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他還曾鼓吹中國人種太單一，並建議每年引進10萬外國人，改善人種混血，提高創造力。這種近乎基因殖民主義的論調，不僅缺乏基本的遺傳學常識，更是直接刺痛了公眾的民族自尊心。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鄭玉煌這些觀點，那你說對盤盤的打擊，那就不亞於在糞坑裡面扔下去一塊石頭，那效果，或者是倒霉孩子把鞭炮往糞坑裡扔。首先我們得說，把鞭炮往糞坑裡扔是不对的，污染環境，是破壞公共環境。第二個，那效果是吧，也非常的可怕。爭議點2說兩極分化的經濟對比敘事。那第二個爭議就是他的雙標經濟學，在前記者應該是新華社記者民經維等人的這個批評文章，我還看了一下，民經維專門發了一個長文，6月28號發了個文章批評鄭玉煌教授。他說鄭玉煌的視頻帶着明顯的崇美、媚美、貶中導向。鄭玉煌曾在視頻裡說，不要以為全世界經濟形勢都不好，其實只有中國經濟形勢不好。你看美國正在舉辦世界杯，門票幾千美元一張，常常爆滿。印度增速 8%， 越南增速 8%， 阿根廷米萊改革後的經濟正在迅速騰飛。甚至為了證明美國好，他還說不要以為只有中國是基建狂魔，美國的體育場建得也非常好。大家也知道，在我們互聯網上，勞 A 盛行，美國斩殺線盛行。在這種大背景下，一個教授居然說用世界杯幾千美元的門票爆滿，一票難求來證明美國經濟一片大好。那這個顯然又像是在糞坑裡扔了一個炸彈。盘盘們就要問了，洛杉磯街頭的流浪漢，那些好像是吸毒的是吧？那瘾君子，美國的這個龐大的債務問題，泰山壓頂是吧？對這些都視而不見，一味的說美國好，美國的經濟一片大好，這種是叫學術嚴謹嗎？這不是雙標嗎？所以這確實就讓人感覺是鄭玉煌教授你別有用心。也就是說，你只看到了幾千美元一張的球票，球場爆滿，你看不到洛杉磯街頭的流浪漢，你看不到美國的斩殺線，你忽略了，你是故意的。那爭議點3，那就是關於他知識變現還是消費清華。最讓網友覺得不對勁的是他的底層商業邏輯。鄭玉煌雖然2年前就從清華離職了，有傳言說他是飛身即走，考核未通過被迫離開，但他不論什麼時候都要把清華大學博導前副教授牌子掛在最顯眼的地方。他通過在短視頻裡發表這些非黑即白、刺痛大眾、制造中產焦慮的極端言論來博取巨大的流量，然後迅速將流量引導到自己的私域社群，進行高價商業變現。他創辦的科學營銷學院年卡999元，哈佛案例訓練營要9800元。難怪有人說他本質上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者，而是一個極其精明的教授商人，吃的是帶血的流量。所以這一點就被很多人詬病了，因為你在前面說一大堆，你後面最後是賣課，而且是9800元，那你前面的所做的一切就應該打個問號了。就好比房地產專家孟小苏天天說房價要漲，房價是国民經濟的，房地產是国民經濟的支柱，現在一切的問題都是因為房子低迷導致的。所以說要想經濟繼續恢復，經濟繼續騰飞，那就是房地產再次起飞。
他天天說，後來說着就讓大家買他的課，他要闭门叫什麼線上課，完了之后課一上完，后面肯定是順其自然，這個咱們可以推論出來，他後面就要帶他的粉絲去買房了。所以我經常說，很多看我節目的人都知道，我堅持不帶貨，我也堅持不去賣課。當然了，有人說你賣課你賣不掉，也可能真的賣不掉，但是我也不賣。為什麼？其實道理比較簡單，我一旦賣貨，那就需要量。那你既然都走上這條路了，你肯定是要想多賺一點，那總希望多一些人掏錢。那你為了讓更多的人掏錢，就是漏斗原理。那你到掏錢這一步，人不多了，那前面就得多。现在就要让更多人来看，你怎麼樣讓更多人來看？那就语不驚人死不休，你就非常的這種極端對立，否則沒人看。越極端越对立，那看的人越多，越多那掏錢買課的人就會多。買了課之後，这是第一步，後面就接着割啊，那不就變成殺豬盤了嗎？9800的你都掏得起，後面再讓你掏198000的私董課。如果198000你掏了，那後面就是掏100多萬的那種量身定制、专为你定制的私人定制，那不跟森哥一樣了嗎？海参哥是吧？不知道，反正名字挺多的。但是郑玉煌教授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我就說他這麼做，那跟市場上、跟這網上割韭菜這種營銷方式一模一樣的，當然大家就會詬病，那大家就會懷疑你前面說的那些。你是有目的的，你不是基於自己的這種認識和盤托出，而是有目的的、故意的、片面的選擇說什麼不說什麼，引導制造焦慮，這樣為你賣課獲得這個叫知識變現或者叫什麼？這個還不是簡單的變現，這因為最後賣課也可能是私董會，對不對？那更高的收費，就像房地產專家一樣。所以我有個比較簡單的判斷，一切後面如果是引導到讓你去消費，讓你去買房，讓你去買這個買那個的，我對他的觀點，反正我是觀點也可能說的我能接受，但是我對這個人我是要打個問號的，因為那他有人設，他想把自己那一面展現給大家。為什麼把那一面展現給大家？實際上就是帶濾鏡包裝，展現給大家無非就是吸引更多的流量，讓他課賣的更多，賺的更多。這樣的人很多，這樣人在網上特別多。你比如說有個叫高志凱的，高志凱。我也沒關注過，他最近比較火，因為他提出2020年下半年、2027年上半年要經濟危機是吧？大概就這意思。反正我看了一眼。當然了，高志凱老師他說的經濟危機，他主要是美國垮了，咱們就起來了，就這個意思。他那個經濟危機指的是美國經濟危機，美國經濟危機導致世界經濟危機，但是風景我們這邊獨好，這是高志凱老師這個意思，大家要去體會。如果高志凱老師他說我們這兒也經濟危機，他會跟那個郑玉煌一樣的也要喜提那個口罩嗎？實在不行那個電焊給他焊上。大家還記得任澤平老師有天晚上直播是不是？他是從那個恆大剛出來之後，恆大暴雷之後，任澤平老師受到很大的壓力，這個打擊，精神萎靡不振。有天晚上他就直播，他的直播內容提前預告的就是什麼中國經濟7大什麼7大敗象還是什麼，反正這意思就是。他列出中國經濟有7大困難還是什麼之類的，反正要我那意思就是洗睡完了。結果他第二天直播的時候，就直播到第4大的時候，就直接就被抬走了。電焊給他就發了一個口罩，有關部門就找他談話。第3天他在直播的時候，他就唱響中國經濟冠名論。所以現在任澤平老師已經向另外一條路上狂奔，什麼天天說科技牛、注水牛，什麼這種多少年一遇的大牛市，天天代課，他天天晚上直播也是賣課，我估計他是賣課，因為沒辦法要變現。他手下還有團隊要養，要賺錢，沒人給他發工資，這就是任澤平是吧？那我還得說的高志凱，那高志凱老師他名頭光環非常多，耶魯大學法學博士，日內瓦聯合國議員，智庫主任。高志凱老師他突然出來火起來，也巧了，正好是他的老師壞了，是正能量界啊，就出現了一定的真空，是叫群龙無首。一下什麼百年歌，什麼盟主，就各種就出來了，牛鬼蛇神，反正都出來了。就在這個時候，高志凱老師毅然決然地站了起來，接過這個加藤老師手上的，或者是搶過，反正加藤老師不一定願意，心甘情願，但是反正高志凱老師是從他手上把這名正能量大旗牢牢地抓在手上，異軍突起，愛國學者。他不在，他主要在國外混，國內這個好像少，他主要是在國外各個電視台去硬剛國外的那些唱空中國的，或者對中國發展有疑慮的、有微詞的，這高志凱老師就對他們進行迎頭痛擊。這高志凱老師經常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我們有讓美國消失的實力，你說這個
那鄭玉煌是往糞坑裡扔手榴彈，那這高志凱是往糞坑裡面再添興奮，就這種感覺。但是後來革命群眾、正能量界的粉絲突然發現，高志凱老師居然直播賣貨，賣什麼？賣酒。說高志凱老師不僅在各大電視台，就是國外的電視台怒懟那些主持人或者那些請來的不着調的嘉賓，不遺餘力。他不光在那些舞台上不遗余力，他在直播間賣酒也是不遺餘力。一個在外媒上鬥志昂揚、披荊斬棘的戰士、鬥士，一換鏡頭又變成了口吐蓮花的賣貨銷售員。這個時候，高志凱老師變成高志輝了，高宇輝，志凱精選，這個彎兒轉得讓人猝不及防。當然了，我剛才已經說了，你最終是賣貨的，那就你的那些言行，那就得打個問號了，觉得你到底過濾了掉什麼東西了？還是你整個的你的想法的重現，還是說你是有意的去迎合你的粉絲，迎合那茅坑裡面那些动物是吧？生物，那就不好说了。所以我这舉例子，高志凱老師也賣酒了，也脫下長衫，親自吆喝賣上酒了。還有什麼於丹老師是吧？於丹老師火了之後，在這個百家講壇火了之後，據說一度被稱為中國身價最高的演講人。據說小崔想請他做節目都請不動，排滿了好幾個月的行程。他的演講按小時收費。於丹老師翻車，據說翻得有點狠。2020年5月12號，第3屆海峽兩岸中華文化峰會分論壇四海文化論壇，於丹做主旨發言。AI 時代中華文化創新與表達，他這個表達還真的是叫語不驚人死不休。這表達一出口，立馬就給所有人判了個死刑，立即執行，或者已經執行過了。為什麼這麼說？他的第一句話，開場第一句話叫“各位兩岸的先賢和學界前輩們，大家早安”。先賢什麼意思啊？他居然第一句話就是“各位兩岸的先賢”。先賢是已故的，对不对？已故的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尊稱他叫先賢，給他抬高一點。先賢已故了是吧？先祖或者先什麼的，那都是就已經嘎了的，對不对？從來沒有把活人叫先賢的。所以這個大姐於丹上來就把所有人都送走了，說台下坐的是兩岸60多位文史哲領域的活人學者，一下變成先賢。他們就使勁的掐自己大腿，看自己是不是活着的，感覺這是在夢裡還是？所以說於丹叫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但咱說遠了，說這些學者啊，最終如果搞成流量變現，那就得打個問號了。但是我不是反对這個，我不是說所有人帶貨那他一定壞，這不是這個意思，是說他只要是最後是賣貨，那你就得小心一點，你不能全信，你就審視，你得看他肯定他的目的性很強。那鄭玉煌，最終他說了那麼多，最後還是要到他的高端，這個叫線下培訓課9800。但是這個高尚文去世了，到現在高尚文他也演講，他恐怕也有社交媒體，很少聽說說高尚文帶貨，賣酒或者賣課9800什麼沒有。所以說這個爭議就不太一樣。所以我說這個意思，鄭玉煌他不管他說的那些話是不是正確，是不是對你胃口，但是由於他後面是代課、賣課等等，那就讓人對他的就要打個問號了，就要謹慎。說到這裡，咱們不妨把目光放得更遠一點，聊聊隔壁神奇的鄰居印度。印度一天不聊都不行，所以我們经常聊一聊印度。在印度经常會發生一些神奇的事情。美麗的恆河水畔，印度也是一個非常神奇的輿論市場。在印度常常有這麼一個現象，只要你在街頭或者互聯網上大肆宣揚新德里的空氣比紐約還要香甜，或者激進的高喊印度的基礎設施已經全面超越歐美，孟買再不努力就要被誰趕上了。你只要是這種在印度，那麼就一定能收穫無數的掌聲與盧比。但是在印度，如果有一個德里大學的教授天天拿着大喇叭在街上喊，大家注意了，我們的牛屎其實沒有包治百病的功能，隔壁鄰居的 IT 產業其實在某些核心領域已經走在前面了，我們不能再關起門來自己跟自己玩了。那麼這個印度教授他的下場
一定是很可悲的。他大概率不会被学術辯論說服，而是會被憤怒的本土青年用恆河水親切地洗洗大腦，甚至可能連他的大喇叭都要被當场砸碎。那這個教授他也很有可能喜提口罩，嚴重的那就是喜提電焊。因為在印度常年的這種制度、這種文化之下，在印度的邏輯裡面，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永遠比解決問題本身要簡單、高效、實用，並且能夠凝聚人心。無論是網紅學者還是普羅大眾，大家在面臨複雜的社會和經濟周期時，往往需要的不是冷靜客觀的數據，而是一種情緒的按摩。在德里，你只能有一種正確的姿勢去讚美恆河的純淨，而一旦有人試圖用顯微鏡去觀察恆河水裡的細菌，並大聲聲稱這水質不好，喝了會拉肚子，不利於營養，不利於健康，那麼對不起，你破壞了大家的夢想。既然你叫醒了裝睡的人，那大家就只能讓你永遠閉嘴。所以说到這裡，我們實際上是要跳出鄭玉煌個人的功過是非。其實我也不想去討論他那些觀點對的還是錯的，這沒必要，因為我看的很少，他畢竟不是胡锡進老師，所以聊鄭玉煌個人的对錯，這個意義不大，沒那個必要。所以我們要聊一聊更深層次的，也更讓我們每個人感同身受的話題。就像國內網上有些批評鄭玉煌的聲音說的正義凛然，說清理一個錯誤賬號就是守住一塊思想陣地，清掉雜草才能種好莊稼。這話聽起來極其有道理，但仔細一琢磨，卻讓人感到一種脊背發涼的寒意。為什麼？他說的是很有道理的。你看思想陣地，你把有一個這種錯誤的賬號，這種負面的賬號，你給它清掉，你就守住了一塊思想陣地，就像農民除草一樣的。這農民就要除草，不把那雜草除掉，你莊稼長不好。所以這個你看上去很有道理，千真萬確。但是問題在哪兒？問題是誰決定哪個是雜草，哪個是莊稼？有的時候所謂的雜草，它比莊稼更寶貴。比如那個雜草，什麼中藥材，我們曾經的小麥、水稻這些，估計在以前跟那莊稼在一起的時候，小麥和水稻很有可能是充當很長时間的雜草，被除掉了。直到後來，這些雜草被人類充分發揮，充分認識之後，把它培育，最後雜草變成了更高產的糧食。所以說道理很簡單，雜草要除，但是誰知道什麼是雜草，什麼是莊稼？如果一個社會的土壤開始習慣於舉報、消耗、抹殺的方式來進行學術和公共事務的除草，那麼誰來定義什麼是雜草，什麼是莊稼？在大學的課堂裡，學術的生機與活力原本來源於每個人獨立的思考，來源於對不同觀點的接納與交鋒碰撞。如果連象牙塔裡的學子都開始熟練地運用告密、舉報這種下三濫的手段去消滅和自己不同的聲音，如果講台上的老師們人人因為害怕觸碰紅線而選擇照本宣科、集體沉默，那麼這個社會最終輸掉的將是創新的活力和對真理的敬畏。世界上從來沒有絕對無邊界的自由。如果我們在討論任何宏觀、微觀的社會趨勢時，都只能允許一種特定的音調和弦存在，只能用一種姿勢、一種腔調，那麼這個討論還有多大的意義呢？那為什麼要討論呢？萬物皆有周期，經濟有周期，輿論的生態同樣有周期。當防線越築越高，當喇叭的聲音越來越大，那些真正建立在事實邏輯和專業判斷之上的聲音，往往只能選擇退化為角落裡的欣賞者，選擇不再發聲。最近北大的教授張明，不是人大的教授张明，最近發了一個朋友圈是告別的，他写的是非常的这个叫悲凉，也就是他認為對這個環境、對當下沒有什麼好說的，深深的無力感。我查到了，他是這麼說的，他發了一個聲明，微博上他說從今天起做一個隨遇而安的人，爭取不再焦慮，不再憂國憂民，一個人一個民族，生死自有定數，
這話什麼意思啊？大家自己體會吧。郑玉皇們或許真的該醒醒，不能再用偏激的言論去透支学術公信力，收割智商稅。但那些習慣於順手舉報、動輒高呼除草的人，或許也應該想一想。當這片土地上的雜草被徹底拔光，連土地都變得堅硬如鐵的時候，嬌貴的莊稼真的還能獨自在這片失去生態的荒原上茁壯成長嗎？高呼拔草除草的，怎麼確保自己不是草呢？怎麼證明自己不是草？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